嗱，方紅咖喱麵，粉絲們，你睇咁嘅咖喱水正唔正？哇！一個50年嘅師傅做呢個咖喱好有經驗嘅。哇！一碗只賣10蚊，你睇有咁多料喎、你睇有雞，哦，呢一個咧喺食咖喱嘅時候咧，你一定會加落去，哇！好正嘅馬拉讚，加落個咖喱，哇！味道就完全唔同噶啦。呢個就係方紅咖喱麵，喺早上有得食，夜晚就冇得食噶啦嚇。哇！又有雞，豆腐包，哇！薯仔，有燒肉俾你食，你喺邊度揾得到？最緊要咧味道好靚。咁係如果你一個人嚟食嘅時候咧，你都可以嗌呢一碗啫。到咁多料佔10蚊，性價比太高啦。係如果你一班朋友咧，就一定去食巨無霸咖喱。辣椒油好香啊！愛信我，自己過嚟試一試，啱你口味冇？